直播试音123，直播试音123。
今日这位平安，较早咱伫这个早起时，咱通欢喜的心，踏着咱快乐的脚步吼，来到上帝圣殿遮敬拜，真好啊！疫情也渐渐伫遐来受控制，互咱袂过过迄个惊吓紧张的生活。咱来串联圣诗47首，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打开歌词第二节吼，第二节的第二节，我要想你奇妙所做，尊贵荣光，威严袂毁，袂毁，迄个袂毁吼，咱注意者。好，咱来吟这真首诗歌，咱来吟第一节就好。我的上帝，我的君王，你命我要永远尊重。主耶和华之怪之大，袂通测度，恩惠满满。咱过来吟一首317首，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真失望，是嘞，照白话字来读吼，真失望。那咱来吟第一节。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真力来帮助，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盼道理，咱看你所听，咱看你所听，咱看你所听，就相信来帮助。咱团练诗到这，请咱备办新的礼拜。特别今仔日是咱要为着明志教会因的建堂的需要苏老师来到咱的中间，咱特别为着这层求圣神感动咱，互咱知伫天国内面，咱是属一家人，具体的需要，咱三个伫遐来起造上帝圣殿。多谢。
真好啊！感谢耶和华，唱歌学落你至高的名。早起时播扬你的慈爱，下昏时播扬你的信实。着了耶和华最欢喜，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予你。请咱三甲来吟圣诗47首。我的上帝，我的君王，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议员徛伫三甲名使徒圣经来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来交托启文，启文第19篇，圣诗后面29页的所在，启文19篇。咱三甲来启用。来啊，咱着向耶和华唱歌。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最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海洋属伫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着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恁若听伊的声，以上愿上帝赐福伊的话，请咱三甲同心来祈祷。
创造宇宙强冲的主宰，掌管世上万物的耶和华，阮的上帝，阮感谢俄罗你。对古早到现在，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的信实永远无变，你的慈爱长、阔、悬、深。你的话语是阮脚前的灯，是阮路上的光。顺探你的旨意，遵守你的诫命，你的恩典就丰盛的临到。你也要甲阮同行，带领阮一生一世徛起伫耶和华的厝，阁有恩典、慈爱缀阮一世人。主啊，你的应允是遮尔真实可靠。天父上帝，阮徛起伫你手所做的一切看做水的世界，本正有好的特殊、四季的变化，互人类徛起是伫舒服的环境。但是人类掠做家己熬，多无做破坏环境、污染大地的事。直到今仔日，臭氧层来破坏。世界温度日日伫遐高升，南北极在冰山伫遐溶解，极端的气候不断伫遐发生。毋但安尼，人类阁创造病毒来谋取家己的利益。这2年来，全世界受到武汉肺炎的侵害，人类的生活受到极大的冲击。会使讲改变了全人类生活的方式，佮丧失300多万人的性命。主啊，这是何等悲惨的事发生伫阮的四周。天父求你怜悯赦免阮的罪，阻止疫情伫遐扩散，病毒会不断伫遐改变。求你搁一摆赏赐阮清气安全的大地。通互阮恢复早前快乐平安的生活。天父上帝，感谢你伫今仔日的敬拜中，带领明志教会苏老师到阮中间，用你的话语来分享，勉励大家，互阮通明白，属天的国度是一家人，去做圣殿是集体共同的使命。恳求圣神感动。互阮三甲来去做上帝的国度，丰丰富富、充充足足、充满荣耀。这时，我们将今日的礼拜奉献伫主的面前，求主感纳。愿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俄罗，请圣乐队。圣乐队所要吟的诗歌是“主你引带我”。
主你引带我，我就无摇带。虽然经过风暴旷野，主犹原同在。感谢主。请咱来看上帝话。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4章23节到37节，《使徒行传》第4章23节到37节，伫咱的顺序单后面有登录。请听我来读。因已经得到头棒，就去找因的朋友。将这个祭司头甲长老所讲的话对因讲，因听去就动心出声对上帝讲：主宰啊，你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的，你捌对圣神用你的罗卜，阮的主大笔的喙来讲，列邦写书大受气，这个百姓写书计无空空一代。地上的列王一撮徛伫，这个官员也三甲自执来对敌主甲伊的基督，因为希律本长彼拉多甲外邦人以及以色列这个百姓，果然自执伫这个城，来攻击你所抹油圣的罗卜耶稣，来行你的手、你的旨意所大声定着一切要成的事。当主啊，就监察遐个人的方法，互你这个罗卜好胆讲你的道理，照时伸你的手来医病，互信者基督对你圣的罗卜耶稣的名来行。基督说，自执的所在大震动，众人拢受圣神充满，好胆讲上帝的道理。信的人一心一志，无人讲伊所有的属家己，是逐项物做讲的。使徒用大权能干净主耶稣的骨活，众人也得到大恩典。其中无欠缺的人，因为见有田园厝摕的，拢卖因，带因所卖的银，下伫使徒的脚前。照逐人所欠用分互因。有利未族的人出世伫居比勒，名约瑟，使徒叫伊做巴拿巴。伊有园就买去，将所买银带来，下伫使徒的脚下。讲到今日咱真欢喜有明志教会的苏美珍老师来到咱中间，伊要用真做家己人来甲咱分享。黄牧师、魏长老，咱建成教会的兄弟，无论是伫实体礼拜，还是伫线上的礼拜，大家平安。平安。真感谢上帝恩典，也特别感谢黄牧师、林牧师，甲咱小会员的接纳，互我今仔日会当代表灵芝教会来到遮，甲建成教会兄弟做伙来礼拜，也要通过这个机会来分享明志教会建堂的异象。确定会有一寡 PPT， 邀请咱甲我做伙来回想上帝怎样伫明志教会不断兴起造的恩典。毋过大声，咱先来领受上帝话，请咱搁一摆三甲额头来祈祷。至上宝贝上帝，阮感谢你，你将你生命的美娘，将你有气力、有智慧的话语授予互阮，求你开阮的耳孔，开阮的心，同齐来领受。无论是讲的，是听的，拢得到你的教导，得到你的引带，也使阮气力来行伫阮的生活中间。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讲起家己人，可能即个名词，咱袂感觉清楚，
因为伫日常生活中间，咱检查嘛会讲家己人。譬如讲，咱会讲家己人免计较啦，也是讲家己人安怎免客气啦，对，吼，也是讲家己人有啥物袂当解决的代志，吼，所以家己人伫咱的日常生活中间，是一个互人感觉真亲切，感觉会当无有距离的一句话。总是当咱讲家己人的时阵，较常检测较毋是伫讲家己厝内的人。当咱讲家己人的时阵，检测是讲伫同一个学校毕业，还是讲较早的同事，还是若伫国外检测，会是讲同一个国家的人，甚至同一个民族的人，甚至有同款国家意识形态的人。这个人拢会当属于咱家己的人。当我伫美国读册煞，我去到加州去找我的同事，伊就讲：啊，毋免急要转去啦，你就直接找一个头路啦。啊，要找头路，伫迄个时阵一定拢是看《世界日报》，是华人的报纸。啊，我真正就摕起来显的，啊，就看见一个印刷厂。印刷厂咧找柜台的助理，啊，我就照迄个地址去遐找。结果我踏入门，迄个头家娘就一直甲我看，啊，然后甲我问一句话讲：你是毋是某咪高中毕业的？我讲是啊，迄阵已经经过15年啊，16年啊。伊竟然甲我问讲：你是毋是某咪高中毕业？我讲是啊。伊讲我拢毋捌袂记你，我讲是安怎？伊讲你头阵迄当阵你的头鬃自然翘的，安尼硬硬的，去到对人拢嘛会记你。啊，然后伊就讲，啊，既然是家己人，虽然我早起已经有甲一个太太讲要邀请伊来工作，安尼我紧啦，我就来讲我另外找有人，当然爱用咱家己人。所以我第一摆去体会到，诚做家己人。甚至伫国外是遮尔水的一项代志。啊，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咱看见彼得、约翰嘛有伊家己的人。当然头阵啊，为长老带咱读的是讲去找因的朋友，好去找因的朋友，总是现代中文译本的修订版是讲家己的人。啊，我真爱即个家己的人，感觉家己的人比朋友的关系搁较深，所以当我看现代中文译本的修订版，看见是用家己人的时阵，我就深深互这3个字来吸引，也就从这3个字来当做我今仔日分享的一个题目。所以彼得、约翰有伊家己的人，伊一个得到讨棒，伊就去找家己的人。什么人是彼得、约翰家己的人？这确定啊，咱再来看。就是根据《使徒行传》第2章、第3章，咱来了解。既然彼得得到讨棒，意思就是讲，伊捌互人拐，捌互人拐过。啊，彼得、约翰是安怎互人拐？我想，检察咱中间人拢大部分拢会知，就是圣神降临了后，本来行兄，本来药纸的遐个门徒，本来是关伫一个门，一个厝内面，毋敢出门。总是圣神降临时阵，因好胆开始出来传耶稣基督福音，传耶稣确实是上帝的囝，是基督，是弥赛亚。啊，即个耶稣虽然是有钉伫十字架顶，总是又搁活。哇，遮尔好的消息，吸引足侪人来听来领受。然后领洗礼，总是有2种的人对这个福音足无欢喜的。一个就是宗教领袖甲管会堂的，因为因遮的人根本就无相信拿撒勒一个木匠的囡仔，竟然会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因听见彼得、约翰所传的福音，因就足受气。啊，另外一种人是甚物人？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
因为因无相信国活的代志。所以当彼得、约翰咧传耶稣有国活的时阵，即个撒都该人嘛接受去。所以因就联合，要将彼得、约翰来抓来审问，所以就甲伊抓起来，将伊放伫监内面。做是迄时已经暗啊，所以只好等过长工才来审问。做是因在审问的时阵，因在讲你是凭着什么人会开来传这个话，甚至惊神日。彼得、约翰真勇敢讲，就是干那靠着耶稣基督的开来。这宗教领袖实在找无好的理由，要继续将彼得、约翰继续关伫监内面，而且彼得、约翰所移伫迄个摆卡的，也好好徛伫众人的头前，做一个真水、阁真明显的一个见证。所以因只好将彼得、约翰甲偷放。然后故事就进入到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所以彼得、约翰一个得到偷放，就转去伊的朋友，也就是因家己的人遐。对彼得、约翰来讲，会当转去家己的人遐，有真深的意义。因为这个家己人，毋是因的故乡的人，毋是做伙掠鱼的人，也毋是，甚至毋是有一个共同意识形态的人。因为咱知伫许多中间，有啥物？有奋锐党的，也有税吏。这两种人是无同款国家意识形态的人。做是这个人，竟然会当诚做家己的人。迄当阵共信的人，嘛诚做家己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形成一个信仰团体，一个真特别的信仰团体，是一个会当做伙祈祷、会当做伙分享的一个家己人的团体。所以早起要邀请咱通过这个信仰团体所做的，咱来三个来学习，怎样会当诚做搁较侪人的家己人。但是伫信仰上的家己人是常常会当同心祈祷，常常会当同心祈祷。第23节、24节前半段讲，因已经得到偷放，就去找因的朋友，也就是家己人，将这个祭司头甲长老所讲的话对因讲，因听见就同心出声对上帝讲。咱若想象，当彼得、约翰受掠、受拐家的时，这个家己人一定是在祈祷，祈祷上帝来保守彼得、约翰免受灾害，祈祷彼得、约翰会当平安倒转来。拄啊，亲像伫足侪年以前，咱长老教会总干事郭准明牧师为着正义、为着公义受掠的时阵，全台湾的教会，甚至国外的教会，也迫切为着郭牧师的平安在祷祷。所以咱通想象彼得、约翰受掠的时阵，因这个家己人嘛是真迫切在替因在祈祷。第四，遐宗教领袖、遐管会堂的、遐撒都该人，真正找无其他理由借口来继续掠彼得、约翰，就将伊偷放。总是伫圣经咱看见，当因得到偷放，转来到家己人的时阵，因无讲哦，感谢主，听咱的祈祷，咱即马看见彼得、约翰平安咱会当来转啊。因安怎？因听彼得、约翰报告祭司头甲长老所讲的话，听见祭司头、长老所做的事，就同心搁一摆祈祷，就同心搁一摆祈祷。所以这真正是一个祈祷的团体。咱来看因安怎祈祷，大声因上赞宣告上帝本质。因讲主宰啊，你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的。大声将荣光归乎上帝，
大声颂赞上帝本质。因深知彼得、约翰受掠、受拐甲，一天就得到讨放，这是上帝的大作为。所以因将荣光归乎上帝。所以对遮咱嘛会当看见，彼得、约翰甲因家己的人，知影将上帝作为看作是上帝家己的作为，将彼得、约翰受拐甲，然后受讨放，深知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兄弟，当咱伫教会最水的工的时阵，当咱看见咱做工得到果效的时阵，当咱家己的工作得到真好的成就的时阵，咱的确就归荣光给上帝。咱的确就会当讲，主宰啊，你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的。主宰啊，你是堪得一切的尊荣，堪得一切的尊重。所以将一切荣光归乎上帝，真清楚看见是出自上帝的作为，毋是出自人的聪明，毋是出自人的牛，是上帝的作为。当伊归荣光互上帝了后，因继续用大笔伫诗篇第2篇所写的话来看，为什么耶稣基督会受掠、受钉十字架，甚至受死。第25节到28节，咱看见圣经安尼记载讲，大笔安尼写：列邦写书大受气，这百姓写书计无空的代。地上列王甲官员要来对敌主甲伊的基督，所以希律、本丢比勒多、外邦人甲以色列拢攻击耶稣。煞接一句说讲安怎？是为着要行上帝的手、上帝的旨意所大声定着一切要行的事。所以通过大笔伫诗篇所写的话语，因深知耶稣所经历这的一切，是伫上帝立例下面，是伫上帝稳准的下面，是要行上帝大声所定着要行的事，就是救恩。所以，若会当通过上帝的话语，通过圣经的话语来看所发生的一切时阵，才会彼得、约翰甲因家己的人，就会当坦然来接受耶稣基督受定、受死，然后国啊，也会当通过这个话语来看因家己为着信仰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未受困着。未受逼迫，未受拐加，这个根据因拢知是上帝所稳准，是上帝要行伊大声就要行的事。那会当通过安尼来看，就奇妙事就发生。所以这个彼得、约翰甲因家己人心内完全就无惊吓，无埋怨，无苦毒，无失望。无挫折，反倒会当勇敢来面对因所拄着的困难，然后带着顺服的心继续祈祷。所以第29节、30节，因讲：答主啊，着监察遐个人的行法，互你遮个奴仆好打传你的道理，照时伸你的手来预备。互新约基督对你圣的奴仆耶稣的名来行。当因知影讲，因头前所要拄着的困难、挫折、挑战，拢是为着要行上帝所定着要行的事，因就勇敢继续求上帝，互因开力。因无讲上帝你着刑罚遮个人，因干那讲将遮个人放伫耶稣基督，放伫上帝手，然后求上帝互因开力，继续勇敢来传福音。所以因无求上帝刷起因的挑战，无求上帝互因一个更较好的环境，无求上帝互因脱离危险，
因敢若求上帝互阮快乐。拄啊，亲像古早有一首诗歌：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也未曾应许花香常漫，但是他应许要互咱有快乐。所以彼得、约翰佮伊家己的人，就求上帝互伊快乐，来继续传福音。相时也求上帝互伊有快乐，有预备的快乐，来帮助需要的人，帮助破病痛苦的人。这款的祈祷得到上帝的应允。所以31节讲，基督说自接的所在大殿堂，众人拢受圣神充满，好打讲上帝的道理。然后第33节讲啥？33节讲，使徒用大权能干净主耶稣的国话，众人也得到大稳定。所以，当咱的恳求是伫顺服的下面的恳求，当咱的恳求是为着上帝国的拓展，当咱的恳求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上帝就要听，上帝就要赏赐圣心的快乐，互咱做工愈来愈有快乐，愈来愈有稳定。有机会听到咱做工的人、传福音的人，也得到主的稳定。所以对彼得、约翰来讲，这个家己的人，这个团体，就是一个会当同心祈祷的团体，甚至是伫顺服的内面来共做伙祈祷的一个团体。所以，咱兄弟姊妹，咱是毋是也当诚做一个会当同心做伙祈祷的一个信仰的团体？头阵啊，我伫咱的周报看见咱大道事项，为着集体的祈祷，为着团契会长的改选。第3点，为着全球疫情，为着大海的安全，为着风台的复原，为着前一天昨日高雄罹难者大会中罹难者的亲友。所以伫遮咱会当看见，其实咱建成教会已经是一个家己人的一个信仰团体，因为咱毋干那是顾家己教会的需要，毋是干那顾咱家己兄弟姊妹集体的需要，咱看见世界的需要，咱看见国家的需要，咱看见家己家庭的需要。所以较早罗荣光牧师定定鼓励兄弟姊妹爱为四个家来祷告：世界的家庭、国家的家，然后教会的家，然后是家己的家。感谢上帝，咱建成教会已经为着这四个家来祈祷，是一个将四海一家的变势来当做家己的人。也真感谢上帝，头阵啊，伫黄牧师带会前祈祷的时阵，啊，为长老伫礼拜中的祈祷时阵，也纪念明志教会建堂。若是安尼来看，建成教会已经将明志教会当作家己的人，为着明志教会的需要在带导，为着明志教会的需要在支持。通过这个，互我深深感受到，建成教会已经将明志教会看作家己的人。彼得、约翰这个信仰团体，这个家己的人的第二个特质就是彼此分享。32节到37节讲，因中间无一个人有需要，因为物件拢是大家共用。彼此供应，彼此帮助，甚至内面讲巴拿巴将家己的田园土地卖掉，将之放伫使徒的头前，互使徒去分配，来帮助有需要的人。当然，伫咱今仔日的社会，咱可能无法度亲像巴拿巴即款的做法，
因为迄阵有迄阵的时代背景，咱即阵有即阵咱会当做的，就是咱会当看见早期遮初代教会，遮彼得、约翰因家己的人一个分享的精神，就是彼此关怀、彼此分享。所以保罗伫腓立比书第2章第4节，嘛有真清楚的教导，伊讲：恁逐人无伫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恁逐人无伫顾家己的事，也着顾别人的事。这就是伫信仰内面，诚做家己人的一个真好的一幅图。逐人拢彼此关怀彼此的事。若毋是要将残垣卖掉，咱伫即马即个时代，咱会当怎样来活出顾别人的事？即款圣经的教导，当然咱会当为足侪方面来看。我伫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甲大家来分享3点。第一点就是讲，咱会当分享咱的时间。咱华人有一句话：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表示讲时间足宝贵的，特别是即马即个时代，逐个人拢感觉足无用，所以彼此咧请安的时，拢会讲：最近好无？可能90%拢会讲真无用。所以其实时间对咱来讲真宝贵。总是当咱若要顾别人的事的时阵，咱需要开真侪时间。当咱要顾教会事，咱要开真侪时间。咱爱参与礼拜、参与服侍、参与活动，然后伫即个世代，咱看见即真侪孤单的人，看见真侪需要人陪伴的人。咱看见真侪人需要有讲话的对象，咱是毋是愿意拨咱的时间，毋领参加教会活动，毋领参加聚会，看见兄弟姊妹有孤单的，有痛苦的，咱是毋是会当拨咱的时间，点点坐伫伊的身躯边，来加做伊的陪伴？所以，顾别人的事，就是拨出咱的时间，拨出咱看做真宝贵的时间，来陪伴人行一段信仰的旅程。第二个，咱会当分享咱的空间。讲到分享空间，我会讲咱建成教会，嘛是一个活出家己人的一个信仰的团体。可能是4年前，圣经学院为着要办一个活动，在敲找伫台北车头附近会当开一个筹备会的所在。因为要参与伫即个筹备会的人，为南、为北、为东，要来到要组织做伙来开会。所以院长甲院长的太太嘛是圣经学院的周老师，就咧想讲，伫台北车头附近有啥物教会会当借咱来使用来开会。结果一览表显咧，看见建成教会就伫车头后壁面。所以随时就甲咱的黄牧师甲林牧师联络，会当伫遮借一个场所来开会无？费用爱偌济？我记日我伫圣经学院，事后伫圣经学院拄着林牧师，我阁甲伊讲说多谢，伊讲免说多谢啦，家己人，哪有啥物通好计较？所以建成教会伫空间的方面，也已经诚做真济会外的人的一个真好的见证，就是分享空间。我相信黄牧师、林牧师，毋领将咱的空间免费借予圣经学院，嘛常常免费借予真济需要使用空间的人。伫咱的周报，我也看见咱有社区才艺班，
所以咱的空间嘛，互社区的囡仔，甚至可能社区的长辈也相甲来使用。所以，诚做一个家己人，一个真好的一个记号，就是无将空间家己的空间，家关互捌，家己来用，反倒会当门拍开来欢迎别人有需要的人来遮使用。第三，诚做家己人的记号，就是会当分享物资、分享资财。咱学习就咱的能力所做会到的，用有创意的方式，有创意的方式来关心、来帮助有需要的人。讲到一个创意，较早伫圣学院有一对宣教师夫妇，检蔡林牧师、黄牧师嘛捌拄着，就是邓开福老师甲苏恩惠老师，吼，因两位拢宣教师。有一摆，迄个苏牧师、苏老师，就甲我讲，我今仔日想到一笔随身寄来的字，我足感动的。我心内就咧想讲，宣教师接到奉献，应该是真事上的代志，因为足侪人拢会关心宣教师伫海外的工作。我讲是安来，互你特别感动。迄个邓师母伊就讲，因为即笔钱是为随西一个老太太寄互我的。伊讲，即个老太太当然无钱，无收入，总是伊真爱啉咖啡，所以逐工拢会出去买一杯咖啡。尾仔，伊收到苏恩惠老师寄互因的代祷信，伊就咧想讲，我无钱，我要安怎来支持即个事工？然后伊就想讲，安尼足简单的啊！我逐工要去买咖啡的时阵，我就将迄个买咖啡的钱放伫铺满内面，然后积少成多，累积一笔，我就会当寄互台湾的宣教师来支持伊的事工。所以就安尼一点一滴，存一笔小钱，然后就寄过来。所以牺牲伊家己啉咖啡的即个习惯。牺牲享受咖啡即个香味的即个享受，然后将钱寄来到台湾来支持宣教师的事工。所以咱会当学习，就咱的气力所会做到的，来帮助有需要的。去年疫情开始，大家拢欠口罩。感谢主，互咱台湾真紧都成立国家口罩队，伫排长队、排长龙买口罩，到咱会当有口罩去帮助有需要的国家。这就是四海一家的家己人的一个作为。咱有村，咱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无收到。当咱需要疫苗的时阵，遐个国家的人也开始将伊的疫苗捐献予咱台湾。所以通过即个彼此的分享物资，无论是伫台湾、伫日本、伫美国、伫真侪国家，诚侪家己的人，虽然距离足远，总是心连结。彼此关心，彼此的需要，超过空间，超过彼此厕所，总是诚侪家己人。所以基本上，分享是信仰甲感恩的行动。咱相信咱家己所拥有的，无论是资财、是物资、是口罩、是疫苗，这拢是上帝恩典。所以，咱就带着感恩的心，带着顾别人的事的心，彼此分享。而且，咱彼此关心、彼此照顾的生活方式，也见证耶稣基督，互咱牺牲的疼，互咱无限的疼。所以结论来讲，彼得约翰一个头棒，就转去到伊家己的人，去到遐。
做伙祈祷，做伙分享。伫咱日常生活中间，咱想看卖，咱会当食做甚物人的家己人？无论是空间的需要、时间的需要、物资的需要、资财的需要，遐个人拢要食做咱的家己人。咱通过顺服上帝，咱通过回应上帝的听，将遮个人真正当作家己的人。愿耶稣基督会国活，继续帮助咱建成教会，继续将搁较侪的人当作家己的人，食做一个搁较无共款的信仰团体。伫即个纷扰、伫即个不安、伫即个充满挑战的世界，建成教会食做一个光、一个盐，伫遮来编写听甲远房的故事，食做搁较侪人的家己人。咱三甲来祈祷。丰丰富富、充满疼痛、稳定的阿爸爸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通过初代教会，通过彼得、约翰的家己人，互阮会当学习，常常彼此关心、带导、支持，来甲足侪人成做家己人，来活出听的教导，来见证主耶稣的恩典。也求你继续帮助，已经成做足侪人的家己人，会建成教会。也会当继续成做搁较侪人的祝福。愿安尼同心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请容阮我用短短时间来介绍，并指教会怎样伫上帝照顾下面，伫硬体不断来扩展。好，咱来看恩典的回顾吼。咱第一张影片，吼，伫1973年。吼，其实是1973年，有一个姊妹，伊拄仔起一栋厝。当伊起即栋厝的时阵，古早的厝，吼，咱伫相片内底会当看见。伊就祈祷上帝讲：上帝啊，求你帮助我的先生，还未信主的人，会当用3层楼的厝，用其中1层来做教会路用。啊，无想到伊的先生竟然答应，所以就将3楼的空间来做报道所。1年了后，1974年，拄仔伫遐聚会的一对夫妇，伊是长老教会的会友，伊就甲迄个姊妹讲：咱是毋是会当来申请加入伫台北中会？啊，竟然伊嘛感觉好，因为本来伊是神的教会的会友。好，是神的教会，总是通过长老教会一对夫妇的建议，伊嘛看做好，所以伫1974年就去找新增教会，加做阮的母会来成立明志教会。好，这是1974，然后1981年，咱看下骹一张，好，1981年，咱通过上帝恩典，就伫路边。来买一间3楼的公寓，敢若第3楼尔，毋是规栋哦吼。因为较早迄个聚会所在是伫巷仔底，吼，感觉无啥物会当发展的所在，所以就徙来较外口，伫路边有一个公寓，正好要卖，所以1981年买即间第3楼的公寓，迄阵差不多60坪，吼，应该是60坪，30坪。好，咱看下骹一张。然后咱来看下骹一张吼。1984年，共一栋楼的5楼要卖，啊，阮就把握即个机会，将5楼买起来。啊，5楼买起来就成做多元的活动中心，好，多元的活动中心，来增加咱空间的使用。好，然后1985年就升格同会啊。献堂，然后就应伊牧师，成做第1任的牧师。然后1986年，将5楼阁塌起哩。吼，迄阵
没有那么严格的违章建筑法，好，所以就牢牢踏起嚟，互主日学教室会当来使用。然后19，搁看下较一张，到2001年，教会礼拜堂隔壁要卖，所以嘛较紧把握机会，将隔壁3楼赶快3楼买起来。就甲伊拍通，所以就有60平的空间可以用。所以圣歌队徛迄个所在，就是新买另外一边的公寓吼。总是当安尼，上帝一路一路引带，互空间愈来愈侪，总是阮犹原感觉无够用。为什么无够用？咱看下较一张，无够用的情形，就是讲团契聚会空间无够。所以青少年团契常常需要去到牧师馆，吼，还是讲爱轮流来使用。主日学嘛无法度有真好的空间，分班的空间，好，所以只能用活动拉门，彼此的真侪交流。然后就是圣歌队无一个真好练歌的所在，好，平常时圣歌队是主日礼拜早起，礼拜前爱练歌，伫5楼，毋过5楼一入门就是灶骹，所以一边唱歌一边在嘟嘟嘟嘟嘟，所以感觉足搞扰的。吼，所以对内部来讲，明志教会兄弟中职感觉需要提升教会聚会品质，而且当阮有2场礼拜时阵，华语礼拜大升9点到10点，然后差不多9点40分。陆陆续续都有要参加第2场礼拜的兄弟开始来，来的时阵伊袂记你头前的礼拜，所以嘛伫后壁咧讲话，吼，所以伫空间的使用，伫教会聚会品质无真好势，吼，彼此会真侪搅扰。若是对我来看，咱来看下面一张，对我明志教会望会当有搁较好的空间来推动福音的事工，就是社区儿童事工。看去即阵儿童合唱团，其实拢是弱势家庭的囡仔，毋是明志教会主日学学生，是弱势家庭的小孩。咱特别请一位可以算是声乐家来带即个天使合唱团，本来望讲。伫牧师出外募款、建堂募款的时阵，即阵囡仔会当缀咧出来，总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人较少，练歌时间嘛较无够，所以目前还阁无法度缀牧师出门来做伙来见证上帝的听。所以社区的儿童事工需要搁较好的空间来使用，然后嘛一直咧望讲，即马引法组愈来愈侪。嘛，望伫教会会当有引法组的事工，总是若要爬到3楼，然后阁爬到5楼去，足侪长辈拢无法度，所以需要一个搁较舒适、搁较方便的空间来推动引法组的事工。所以差不多伫10年前，教会牧师中职同工就一直为着即个来祈祷，总是要敲找一个搁较舒适的所在。要具体来向上帝求，所以咱来看明志教会向上帝求什么？第一，就是室内爱有差不多150坪左右的空间，若是全幢来讲就爱有200坪，好，实用爱有150坪。第二，就是讲离现在教会莫伤远，因为即马教会兄弟拢习惯坐车坐伫倒一站，还是讲开车开到细，开到底。所以望无爱离教会上远，来引起较无方便的所在。第三，一定爱有电梯，若要做引法组的事工，一定爱有电梯。所以伫10年中间，教会兄弟中职牧师就一直为着这3项真具体来祈祷，然后真感谢上帝，伫去年10月总算有了一个目标。好，咱来看后一张。咱有看到 World Gym， 有看到一个牙科，伊的2楼要卖偌济坪，200坪，10坪150坪。
地点伫倒位？伫教会的斜对面，过一个斜路就到。啊，二楼总是有电梯，所以三项具体的，阮对上帝祈祷，上帝拢互阮。搁较奇妙所在是，其实较早4、5年前，阮有看正边，倒咱的正边即边吼，即边嘛要卖，总是伊只有100坪，无够阮用。迄阵的价钱是31万，啊，去年10月，甲建商甲迄个房屋中介讲价，讲到偌济，25.1万。所以上帝供应实在是超过阮所求所想，好，所以真紧，阮就讲，即个所在一定要买，无论困难偌济，吼。安尼算起来是爱5600万的款，好，总是兄弟姊妹真勇敢。为什么？因为上帝应允阮的所求，然后伫要开互会，为着即项要买即个所在，要开互会前1礼拜，咱看下骹一张。礼拜煞，牧师就带兄弟姊妹先去看即个所在。啊，逐个拢一直点头，真好，真好，真好。然后咱看下一张，牧师就带大家祈祷，看是毋是即个所在确实是上帝所要互阮的所在。然后隔礼拜开临时好会，70票全数通过，无一张反对票。因为较早若讲要建堂，总是有人会讲，不要再留子孙。不要再留子孙，总是迄天足奇妙，70人投票，70票赞成，全数通过。所以伫迄年，旧年感恩节时阵，咱就为旧个礼拜堂搬椅啊、椅头啊，搬到即个所在，伫遐做感恩节的祈祷，第2礼拜吼，啊，最后有一个全体的大合照，人比较小。毋过若真足来看，大家拢笑眯眯，这是上帝所赏赐的一个空间吼。好，然后就开始找设计师，中间嘛有足侪状况，很多问题，总是上帝一步一步带领。啊，这是我们的梦想，好，这是正堂，好正堂，嘛是60坪，总是空间较好，方方正正的。好，然后咱看这个所在入去，就是会议室，啊，搁2个活动空间，可以用比较好的拉门，也有隔音。啊，迄边入去就是礼拜堂，所以第2场的兄弟提早来，就会当伫外口等，毋免入去搅扰第1场礼拜的兄弟，所以对整个的迄个。礼拜的品质会有真好的帮助，好，这是我们的梦想，好，啊，下骹一张，顶礼拜，这个保护工程开始了，好，这个保护工程开始了，啊，大家拢足欢喜，因为要1年啊，拄着疫情，拄着中间换设计师，总是为伫顶礼拜总算。保护工程开始了，我们的梦想已经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快要实现了哈。望伫今年底，还是明年初，就会当完成这个新的礼拜堂的内部装潢，会当真正来开始推动福音事工，无论是囡仔，无论是银发族，啊，对家己内部的聚会礼拜品质也会提升。好，最后一张我们来看。好，第10篇127篇讲出天，若毋是耶和华起造，起造伊的人就空空着活；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警醒。所以，阮牧师中级同工拢确信，即个所在真正就是上帝所要赏赐互阮的空间，为着要利益兄弟姊妹，也要利益泰山社区所有的居民，伫遐会当来兴起上帝国度。也伫遮特别邀请咱
无论是实体礼拜的兄弟，还是伫线上礼拜的兄弟，会当通过咱的祈祷，通过咱的奉献，互咱为教会姊妹设计真水的一个奉献地啊，咱会当利用这个来为着明志教会来关心、来支持、来共同来起造一个伫泰山的一个上帝的圣殿，也愿上帝帮助咱建成教会，嘛伫硬体、伫软体中间，嘛继续会当成长，来荣光上帝的名。感谢恁，上帝祝福恁，谢谢。多谢苏老师用上帝的话来提醒咱正做家己人的意义。这条咱过来吟圣诗317首，圣诗317首。你若欠亏真失望，请咱来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奉献，请属下的同工来属。请咱照咱的感动，照咱所领受的恩典，咱三甲为着起造上帝圣殿，咱甘心乐意来奉献，来三甲起造上帝的圣殿。
请坐。下面公道的时间，咱为着节目内面所订录的具体的需要，病痛，甲受伫治疗，也是伫复健，特别là为着10月份咱国团级会长的改选，愿咱谦卑回应主的呼召，希望家己来互主所用。第三是为着全球的防疫政策。台海安全，甲风台以后的复原，特别为着高雄社中城所受难的遮个亲友，求主保守安慰。咱开声，三个来为着遮个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赏赐平安的主，你是医治阮病痛的主。阮这个土年的身躯实在是软弱，阮时常有病痛来围绕伫阮的身躯顶，抵到阮的心软弱，阮的心无够野。主啊，好佳哉！阮有你通倚靠，特别恳求你帮助这个身躯受着病痛、心灵忧伤的，主你拢甲阮三个伫底，通过你的信息，通过你的慈爱，通过你的恩典，互阮搁一摆得到激励，互阮搁一摆得到坚强徛起。因为上帝，阮伫年度的落尾，要求改选的这个会长的改选的事，主求你家己竞选你所要录用的器具，互阮委身伫你，尽心尽力服侍。台湾的疫情渐渐受到控制，主在这是你的恩典，求主帮助，互阮通快快来恢复正常的生活。阮的国家安全、国防的需要，有愿求主甲阮执政者三个伫底。特别，阮为着高雄社中城一只的受难的同胞献上恳求。主啊，这是何等互阮悲伤的事。但主求主你一能安慰这个受难的家属。帮助这个受伤的人来复原，也互因通复健因会徛起的所在，继续过因日常平安的生活。主，阮知你是听阮祈祷的主，这时阮也三甲用祈祷文来三甲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了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错阮入伫试，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
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请咱来看周报内页。大仙教会消息，今日早起，咱伫敬拜中间有真感谢上帝带领吼，苏老师来到咱中间，用上帝话来勉励咱，真正互咱来明白家己人，真做家己人的意义。咱伫上帝国度内面，咱拢是一家人，三甲来去做上帝圣殿。请咱大家来乐意来奉献。第二，本主日早起，咱伫礼拜中间9:40到11点，有主日落的亲子讲座情绪管理课程，主题是情绪管理三部曲的第2部，转换情绪。讲员是杨秀瑶老师，应该伫进行中间吼。第三，10月17到18，北中的性别公益部性骚扰防治的研习，甲政界课程伫桃园吼。10月18到20，全球的青年趋势，甲青年无用的契机，这个研习的课程伫新竹圣经学院。咱两位牧师，因为拢属伫这两个部的中间，所以因拢爱前往参加，才为着因带导。第四，疫情渐渐就受控制。咱依然需要配合宗教场所的防疫的规范。室内容留的会当容忍的人数吼，是用2.25的赫米吼，平方米赫米。1楼扣除公共空间甲固定的设施，通容忍的人数是30人那定吼。所以咱的社区的佫强出的代志吼，社区即个时间一直抑佫伫个等待中间吼。4楼、5楼是分别通有24个人吼，所以各团客请根据这个会当容忍的人，伫用餐的时阵就用梅花座来用餐吼。不过咱的礼拜了的主日的爱餐吼，目前还无法度恢复。昨暗咱的中秋会中间有再一次来讨论这个事，大概咱爱佫听候防疫中心进一步的放宽这个停留的人数，咱才会当来举办吼，请大家了解。第五，请各团体会长伫10月底以前完成改选甲干部的改选，通利用伫咱2022年的时间的规划。团体消息第一项，10月22拜五早起是10点，少年团体聚会，主理是郭文强长老。内容是4名分享，以及因要会长的改选，佫有圣诞节热恋歌。第二项10月23拜六下晡4点，妇女团契聚会，主题是疫情下面的生活分享，甲会长的改选，请咱妇女团契妇女来尽量半工来参加。第三10月24礼拜日早起11:30，青色团契聚会主题是青色甲社青的对谈。题目会长用一个真好的题目是美好的团庭，要讲到青年甲这青色团契对话中间，通怎样伫事奉顶面有好的团庭。第四，11月19拜五，北中商林部举办台中大坑的风景区海湾绿世界一日游吼。有意向参加的，伫月底以前，商林团契会长来报名。具体的好的消息，就是10月30拜六的下晡2点，文成兄的公主子琪，要到迄个昆庭要伫西洋教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请咱甲伊恭喜欢喜因有喜事。教界消息，请咱家己来看。以及奉献的部分，若是有登录伫遮，若是有出入，请咱过价也是干事来顶证。煞接咱来吟上言，圣诗515首，上言至圣天父，阮感谢你。今时后，请苏老师来祝祷，请起立来吟上言。
我心内的火归去，爱出人啊，追我无忧，因全人啊，免阮地球。我要是山求主祝福，阮可的人属于快乐，相信因全人咱同行，免幸孤寂，永更美三甲咱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特别当恁决意要将搁较侪人当作家己人来关心、来带导、来扶持、来陪伴，求你继续赏赐快乐，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灭道避讳。